在迄时，咱要做伙吟唱的圣诗，伫即场礼拜内底，头一首是圣诗第5首，咱来听见大一遍来。主祭道时，真正有上帝特别的祝福。咱来吟第一站就好吼。超过咱的想象，愿有所谓光年，你身边的人在。他是真是天真，哥哥他受不起，暗灯软就归还，主啊何点奇妙的有马中叫唤。这首歌真优美，总是咱也会当透过安尼来想象。常时，咱的主超过想象会甲咱临在，求上帝甲咱做伙伫地，愿上帝平安就甲咱做伙伫地，请咱陪伴咱的心。平安，平安。即马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这是咱三角来吟圣诗第5首，真主上帝造天地。听听为
真济。马来启第四篇27篇，圣诗后壁的第10篇。我来启会众来引，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我要得惊啥人？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要得惊啥人？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因拢会絆倒失败。虽然大军集营包围，我的心也袂惊。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悠然安稳自在。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就对伊求一项，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祈求伊的支持。我得到泛滥的事，伊会互我藏伫宝瓶内，伊会保护我，互我匿伫伊厝内，伊会互我藏伫石盘顶，互我下头掠悬，超过包围我的对敌。我要伫伊的宝瓶欢喜献祭。我要唱歌学乐上主，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求你怜悯我，应答我，你对我讲，就来调见我。上主啊，我来调见你，求你毋通面毋察我，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奴仆，你一直是我的帮站。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毋通拒绝我，放杀我。我的父母若放杀我，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路，因为对敌在长等。求你带我行平坦的路，通照对敌的心愿，互我交互因。因为因用伪证恐吓我。我深信一项事，要我第一日，我要享受上主的恩惠，要信靠上主，要勇敢壮大，要信靠上主。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阿爸天父，阮感谢你，今仔日互阮搁一摆自职的机会，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求你接近阮的心思意念，互阮有心心诚意听近你。主啊，你是掌管万物的主，你的恩典丰盛，阮所需的一切拢是你所赏赐。主啊，阮生活中有困难甲挑战，求你坚固阮的信心，互阮合适顺服你的旨意，勇敢精神。无论伫家庭、教会还是工作，愿阮的言语甲行动拢会使见证你的荣光。求你怜悯阮赦免阮的过犯，互阮学习谦卑，彼此相听，互相扶持。求你的灵充满阮，互阮的心重新得力，欢喜敬拜你。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阿门。来读圣经，第创世纪49章16节到28节。但要为着家己的人民主持公道，亲像以色列别个支族。但要做路尼的蛇，做路中的毒蛇，甲马的脚后顶，互骑马的人倒向下摔落去。上主啊，我得听候你的拯救，加得要互对敌追赶，搁伊顶倒要坠入因的脚后顶。
雅色的雾散丰富，通做王室的好食物。拉弗塔利是头棒的罗母，生可爱的鹿仔囝。玉色亲像水泉边的野驴，亲像山轮仔顶的野马。射钱的人猛烈攻击伊，用钱射伊，对入伊。毋过，伊挖苦雅各的大论者，伊的颈幽弯严。伊挖苦以色列的牧者甲石盘，伊的手要有力，要有力。你的老爸的上帝要帮助你，全能者要赐福你，伊要赏赐你天顶的福气，深恩稳重的福气，互你子孙真济，终生兴旺。你的老爸的祝福。赢过永远山岭的福气，超过自古以来山轮仔的好物。这个福气要降落伫约瑟的头壳，能到对伫兄弟中间，应选出来遐个人身上。便雅悯是兴猛的豺狼，早起时吞食伊的猎物，下昏时。分伊抢着的，这个是以色列的12支族，因的老爸照因逐个人应该得到的福分，分互因祝福。赞美，请圣歌队、圣歌队耶稣伫园内。
正道今仔日正道的题目是伊的经定，请吴牧师。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今仔日是咱旧历过年的上尾一个主日，所以咱会当伫遮欢喜来过年相时。我嘛知影检菜有的人已经伫即2天提早转去故乡过年啊，吼！所以不管上帝帮助咱伫过年的期间安怎引带，咱要行去倒位，愿上帝恩典就甲咱做伙伫地。所以即时我要邀请你来使会当对你的座位起来，你附近的人讲真欢喜会当做伙做礼拜。愿上帝祝你新年恭喜！愿上主祝你新年恭喜！咱做伙来祈祷。主，你是在阮人伫倒位的主，不管阮伫倒位，你拢要甲阮做伙伫地。求上帝帮咱扶持，互阮伫过年的新年假期的期间，不管去到倒位，阮相信你拢甲阮做伙伫地。你的快乐，你的引带，你的祝福，拢要甲阮做伙伫地。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20几年前，我捌担任，当时我担任台南大专中心的主任，所以有一年我受邀请去担任南部真理大学团契的辅导。当时我甲团契的会长有真侪遍的讲话。伫当时担任团契会长的伊有真侪烦恼，因厝内底亲人的身躯的病痛，因厝内底欠少真侪，经济状况无真好势，伊个人的前途加情感问题。当然，阮做伙时有搁较侪的祈祷，以及分享信仰甲团契的发展，因为伊拍算毕业以后，就随要去做兵，所以当时有几啊遍，当我咧甲伊讲话的时阵，我形容伊的个性，其实我形容伊的个性叫做温柔，甲能力，就建议伊检采伊会当考虑伫做兵的期间签志愿役，就是成做职业的军人，因为可能伊来会使随时有较稳定的收入，经济状况因为厝内底真正经济状况真歹，所以我就鼓励伊讲，检采你会当考虑会当做职业军人。伫顶礼拜日的暗时，我去淡水看伊。甲因的太太，去年已经晋升做中校，目前住伫淡水。检采你会甲我讲，牧师你先知呢？遮敖，你讲话安尼讲就准啊吼。其实毋是，就亲像顶礼拜阮伫讲话内底安尼讲。若毋是上帝成就，伊嘛行无到即步。伊升做中校了后，阁剩4冬。伊讲伊即4冬，这嘛是爱看上帝一路引带。因为当时我的喙所出的，只会当算是5望甲祝福。我嘛毋知影伊会当行到今仔日。因为当时我只是口劝伊讲，检采你会当暂时透过有
稳定的收入来帮助厝内底的经济尔。结果伊一步一步，就行来到旧年，然后刷落去，阁有4档，检采落去，就爱看是毋是有法度阁升起哩。我相信这就是雅各对伊的囡仔讲这预言的心意，因为诗是出对伊的喙，总是一切会当成就无，拢爱上帝讲照准算，敢毋是安尼呢？出对人的喙，期待毋望，总是所有的遮个要成就是啥物人讲好算，上帝啊！创世纪49章16节，雅各线接提起伊2个细姨毕拉甲示帕所生的囝但、加得、阿瑟甲拿弗他利，所以一开始就讲到但。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但要为着家己的人民主持公道，亲像以色列别个之族。和合本以及现代中日本来翻译做统治，实际上统治或是审判，是甲但是对原文内底是共音。所以头一句其实这是一条歌啦，所以头一句其实有迄个 wordplay， 就是迄个文字游戏的意思。总是嘛会当翻译做，但要判断伊的百姓，就是为伊的百姓伸冤。所以现代台语日本才会翻译，这台语日本是2011年翻译的。才会翻译做为家己的人民主持公道。将华顿这位现代福音派的神学家提出这个翻译，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将同事的迄个字根读做定，就是刚强，毋是判断的意思，所以嘛会当另外安尼读讲。但伊的百姓刚强，亲像以色列其他的支族。创世纪49章17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但要做路人的蛇，做路中的毒蛇，甲马的脚后顶，互骑马的人倒摔，摔落去，倒闪去，摔落去。吼，倒闪去啦，安尼啦，安尼倒闪去吼。但这个支派后来所得到的业，伫以法莲甲便雅悯的西边，包括今仔日以色列的首都叫做特拉维夫，啊，这真歹势，即摆以色列首都刷去耶路撒冷啊吼，就古早迄个。首都叫做特拉维夫，是大概伫迄个所在，总是将但比如做蛇，有用水来对抗大，用灵巧赢气力大的意思，总是内底嘛有稳重，因为咱若对圣经一开始来读，迄个蛇引诱夏娃，所以。嘛，稳重迄个干巧的意思，所以意思是，但支派虽然真细，总是会当利用形式来赚赢。刷落雅各是安尼祈祷，创世纪49章1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做伙读。上主啊，我伫听候你的拯救，这当看做是雅各为这个囝祝福。或是祈祷内底所插入来的呼求，嘛有可能是为着但日后的处境来求叫上帝。创世纪49章1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加得要互对敌对赶，毋过伊颠倒要对入因的脚后顶。
家德伫原文内底，其实甲对德、对感拢有共音的意思，迄个音准律诗。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诗歌顶头迄个文字，确实是真刁工的文学安排。根据约书亚记13章40到28节，迦得这个支派日后的地业，就伫约旦河的东岸，并且因确实拄着阿文人、摩押人甲阿兰人的攻击。不过，就照雅各的祝福，因虽然受攻击，却要得到胜利。创世纪49章2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亚瑟的牧产丰富，通做王室的好食物。亚瑟支派日后所得到的地业，根据约书亚记19章24节到31节的记载，就位伫加利利西边沿海地带。确实，迄个所在是土地真肥，会当算作是牛村。创世纪49章2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拿弗他利是讨棒的罗宝，是可爱的罗仔囝。约书亚记19章32节到39节记载，拿弗他利支派日后的地业，就位伫加利利海以西的山地，所以讲因是罗仔，因为因活伫山地，咸菜果小可会通。创世纪49章2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约瑟亲像水泉边的野驴，亲像山仑仔顶的野马。雅各上尾讲到累积所生的约瑟甲便雅悯，实际上雅各所吟的这条歌内底用真侪动物的 image， 迄个图像吼，亲像蛇、鹿仔、野驴，咱之前读到的野驴，以及刷落去咱读到的便雅悯迄个豺狼。总是事实上，咱爱承认，这个描述可能咱真正要知影伊的意思无真清楚，咱爱承认这点。因为时代甲文化的差异，今仔日的人咧解读这个动物，相信甲古早的人咧解读这个动物是无啥共款。听我意思吼，所以当咱咧读到这个动物，古早人用这个，因为这条诗歌至少爱超过3500年，因为因内底用的文字真侪拢唔知影，所以拢会当用药的。现代的人只会当用药的，神学家拢会当用药的尔。所以今仔日的咱无法度完全明白，不宜过头来联想，听有意思吼。野驴这个形容约瑟，事实上也出现伫创世纪16章12节，对以实玛利的形容。总是正是咧指约瑟，所以应该爱正面来解读，应该是描述约瑟日后的自由加独立。总是伫这个原文其实有真侪讨论。我想咱伫遮免搁讨论这吼，这神学家咧烦恼，因为这个字毋捌出现过，所以大家拢咧讨论这字叫做野驴吗？所以德夫普这位顶世纪的犹太学家是翻译做约瑟是井边的细只牛，伫草场顶头行大只的牛港，迄个另外一位犹太学者是安尼翻译这句吼。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伊认为这段经文伫迄时阵的文化内底，迄个牛会当象征君王。创世纪49章2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写钱的人命令攻击伊，
用箭射伊，对入伊。确实，约瑟的生涯拄着真侪迫害甲攻击，因为伊有伤害伊的兄哥波提法的某等等。虽然亲像这个攻击，虽然亲像这个射箭的人咧挖棍要攻击伊，创世纪49章40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读来。毋过，伊挖克雅各的大领者，伊会经犹原安，伊挖克以色列的牧者甲石盘，伊的手夭有力。迄个犹原安的意思就是，虽然真侪人来攻击，但是伊犹原迄个箭射出去佫做力的吼。所以，这只树日本做因的经，因为溃力来断。现代中国日本其实较根据原文是咧指约瑟伫这个逆境内底犹原坚强，伊的手骨犹原勇壮有力，伊的经犹原安，指的是伊阁有真侪溃力。创世纪49章2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的老爸上帝要帮助你。全能者要祝福你，伊要赏赐你天顶的福气，亲恩稳重的福气，互你子孙真多，精生兴旺。咱伫过年的时阵读这段经节，其实真有意思，因为这是两句对句，伫遮读无啥会出来。诗歌内底是两句对句。因为是天顶的泉、甘霖甲地上的泉对应，我毋知影咱迄个对联有咱即摆过年会读到真侪对联对无？其实这就亲像对联共款。迄个天顶的甘霖甲地上的泉，下一句应该是，所以下面其实只有另外一句尔吼。下面迄句应该做心坎。养饲甲子宫生出，听有意思啊吼！心坎养饲甲子宫生出，安尼尔，吼，伫遮是安尼意思吼。所以还会讲，互你子孙真多，精生兴旺。好，创世纪49章2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的老爸祝福。赢过永远山岭的福气，超过自古以来的山峦的好物。这福气要降落伫约瑟的头壳，临到伫对兄弟中间竞选出来迄个人的身上。所以换一句话来讲，雅各对约瑟的祝福是啥物货？咱知，就亲像咱过年的读到迄个所有祝福的事啊，风调雨顺。农作丰收，子孙满堂，六处兴旺，六畜兴旺，六处兴旺哦，兴旺，好，不要紧。这其实这种祝福的词是甲生活伫水源不足的古近东以色列百姓所形成的。实际上，这个祝福。也甲《申命记》33章13节到16节，摩西对约瑟支派祝福真类似。约瑟所代表的是日后马拉西甲以法莲支派。当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了后，马拉西支派就伫约旦河的东西两边，以法莲就位伫约旦河以西。这两个支派也成做北国主要的溃力。实际上，伫49章24到25节，迄个真谛，迄个雅各的祝福内底，用5种称呼上帝的方法。这5个称呼，讲上帝是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石盘，雅各的大能者。你的老爸上主，迄个全能的，
有4个所在提起约瑟的老爸以色列，甲上主以撒所提，称以撒的爸亚伯拉罕的上主真类似。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个称呼上帝的话，后来拢伫诗人的诗歌内底来出现，而且真做诗人诗歌内底真要紧的学了上帝的话。所以咱今仔称呼上帝叫上帝是石盘，对无？是木匠，是专灵的。这个拢是伫这个所在一开始就出现。上尾，咱读到创世纪49章27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便雅悯是凶猛的豺狼，再去是吞食伊的猎物，下远是分伊抢着的。便雅悯是以色列后来12支族内底上细、上时伊位置啦，吼，迄个位置拄好是犹大支派甲以法莲支派下中上细。像是便雅悯出一个后来以色列第一个王，叫做扫罗，总是就亲像旧约的学者John Walton。伊所讲，伊直接讲，伊讲这描述便雅悯甲伊的支派，真歹读出这个经文，甲因后来的发展迄款的关系，差不多无法度读得出来。所以这位神学家认为，创世纪上尾显示3个要紧的变化。第一是创世纪47章29节到31节，来表达。雅各咧表达一项代志，就是雅各叫迄个约瑟来到伊的身躯边，咧表达即个家族的领导，因为伊爱伊约瑟上尾达埋葬伊，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是整个家族迄个领导者大囝的名分是约瑟的身躯顶头，登到约瑟的身躯顶头。第二，创世纪48章是以法莲加玛拿西取代了路边甲西面，上尾创世纪49章是指遥远的未来。虽然即时领导这个家族的是约瑟，总是未来是犹大要成做支派的领袖。这后面这段话就证实这项代志。创世纪49章2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这个是以色列的12支族，因的老爸照因大家人应该得到的福分，甲因祝福。所以作者直接指明，不只是对即时的这个囡仔，更加是对未来以色列12支族来祝福甲讲话。创世纪49章29节。咱读到今仔日迄个上尾即阵吼，做伙来读即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雅各吩咐伊的囝讲：我要倒去我的列祖遐，恁着将我甲我的祖先带做伙埋葬伫赫人以弗伦残野的洞穴。雅各上尾遗言是伊要葬转去迄个上帝应允的所在。甲伊的祖先做伙葬，伊要葬伫迄个亚伯拉罕所买因合法，就是一开始因是游牧民族嘛吼，因有啥物地，因无地，总是因只有一块地是亚伯拉罕买落来，迄块地是合法的地，所以伊要葬伫迄个所在。伫遮真侪人拢咧要到底雅各伫遮咧想啥？雅各伫遮有可能咧回应东方的文化，叫做落叶归根，落叶归根，这个想法，总是有可能雅各上尾这个吩咐，伊搁较想要表达的是，伊真惊待唔到所在，就安尼，互人当作伊是埃及帝国的子民。听有意思无？
伊待伫倒，伊惊互人当作是埃及帝国，这个帝国的子民。雅各临终的遗言或是祝福，不管是想要团结伊的囝，准备后事，互因祝福。上尾，伊用这个方式来表明一项代志，就是伊拒绝甲埃及同化。伊要转去到希伯伦，这个行动也亲像咧代表伊的愿望。换一句话来讲，雅各面对死亡的时阵，犹原继续愿望。伊咧愿望，即时我虽然看袂到，总是将来，阮一定会得到迄个上帝应允的所在。那安尼就到遐，带转去，安尼就到遐。虽然伊并毋知影这个应允用什么方式、什么时阵才会实现。就亲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伫希伯来书11章21节所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对神，雅各临终的时，甲约瑟的囝一个一个祝福，伊靠伫棺仔头敬拜上帝。咱爱知影，一个人死大众都安尼尔。啊，上尾雅各有法度倒的所在，嘛只有靠迄个棺仔头安尼按的。啊，伫遐虽然安尼，伊嘛要向上帝求讨，敬拜上帝。其实咱的祈祷就是敬拜啦。维瑟尔这位198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讲到雅各的时阵，伊安尼写。伊讲，当雅各在要死，伊就叫这个囝来到伊的门窗前，来对因讲，因救赎上尾的秘密，就是时间甲历史的重点。这是伊一生上疼、上心碎的时刻。伊急要因讲，公开伊所看到的，总是伊做袂到。除了看见，伊无能为力。米达是安尼写，伊讲，当雅各要开嘴讲话时阵，忽然间感觉真苦恼。伊会当看见的，只会当限定伫以色列的命运。总是伊太会知影，伊的子孙犹原会遵守以色列的教示咧。伊的反应是正确的，因为伊知影。即群以色列的囝儿真歹，永远成做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安那吩咐，因的心嘛袂听。所以以色列的子孙，阁有真侪苦难甲试炼的等因，伊通做只有祝福因。维瑟尔讲写到以色列的悲哀是真深刻的，因为伊这个人本身。伊是犹太人，捌经过第二次大战集中营的苦难，伊就是写集中营苦难真出名的人来得到文学奖的。所以伊感受到，就是上帝怜悯雅各，互伊伫临终进前会当亲像看见未来迄款。对伊的囝儿，伊所听的囝交代遗言，总是因要拄到什么呢？因会继续坚持，成做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叫做上帝的囝儿的意思吼，上帝所想事的，这都毋是雅各所会当做会到的。伊只有远远看，为因祝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以色列雅各对这个囝所讲的话，确实有一寡内容伫历史顶头毋捌实现过。这嘛咧对咱讲，这叫做咱即时的祝福。祝福真重要，总是是毋是有法度应允？爱看上帝。伫遮，咱只有读到一个老爸的敬拜甲恳求，
总是只要是上帝的囝儿，拢会知影，上帝的囝儿是即款的人，就是临终进前，拢爱知影敬拜上帝的人。实际上，这样代志就甲约瑟无啥共款。咱后礼拜上尾会读到约瑟，约瑟甲上帝的关系就完全无共款。我伫遮就莫透露后礼拜。安尼伫乐德这位美国近代女诗人，伫伊得到普利兹奖的一本册叫做翻译叫做《溪畔天问》，顶头安尼写，伊讲我想临终的人上尾的祈祷词，应该毋是上帝讲求你，而是讲多谢。就亲像人徛伫门口口，主人多谢，因为上帝无管生笑。这个宇宙毋是凊彩做出来，是用庄严、无度理解、认真的态度做出来。伊是用真歹切度的秘密、神秘搁快速的一种气力做成的。咱对伊完全无能力，咱只会当看伊来成就。这就亲像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所的感受。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模无明；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我现在只有在一部分，将来会完全了解。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无人会当看见未来，就是上帝怜悯，互咱参与伫中间，亲像会当看见，较厚咧，无人会当看见，就亲像20当前，我这个学生伫遐安尼甲伊陪伴，甲伊做伙祈祷，我嘛毋知影。我会当看到20当后的伊，因为这就叫做上帝的奥秘。即时咱通做，现在咱会当做，就是祝福尔。就亲像诗人，伊嘛捌写另外一首诗，伊安尼写，伊讲伫上帝的怜悯中，每一个伤痕会当连起来，亲像一条拉链。过去是伤痕，上帝怜悯会当变做一条链仔。这就是祈祷的作用。祈祷会当互人亲像伫死荫的山谷内底，将遮的一切拢吹转来。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阮知影。阮就活伫你的奥秘中，主求你甲阮做伙伫地，互阮活地会晓学习去祝福，总是主阮知上尾成就的只有你。求主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即时咱要坐咧吟就好，咱要透过即首甲主坐道的圣诗，做伙来求讨即位超过咱想象的上帝。咱要吟第1节到第2节。超过阮的想象，言无所谓公平。你身边的临在，我
脚是真是恬静，个个他受孤气，担当软弱罪犯，对我和定奇妙，以阮目中叫我。三家这的啉食，用受你所赐的米，希望袂当冷抓你至圣的临在，你言阮，愿言我，愿定欢喜好善。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建立属伫伊教会陪参者三甲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建立规应伊所讲稳定的话。恁建立着我，担重担的，就跟我要互恁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咱做伙之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来拜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洗入的，今仔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你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所以伫伊的名照伊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当阮照你命令摆设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阮谦卑求你找圣神圣别馆，也圣别者的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赞。会当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稳定中，荣耀你圣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当咱的小会员咧服侍为咱备办的时，我要邀请咱为着咱个人来祈祷，请咱为着咱家己祈祷，咱求上帝怜悯咱，检查过去这段时间，咱有得到上帝对上帝来的稳定，咱想到这个，咱就会当上帝讲：上帝啊，感谢你。检查过去这段时间，咱有离开上帝的路的时，咱想到这个代志发生伫咱身躯顶头的，咱就求上帝讲：主啊，怜悯我。为家己祈祷，其实真简单，咱求上帝怜悯咱，因为伊知咱所行过的路，求上帝带咱行伫伊的路顶。咱嘛会当为着咱这段时间以来身躯的病痛。上帝恳求，求主的医治，固守怜悯。
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请三角来领受。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耶稣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时，我要邀请咱来做第二个祈祷，请咱为着咱所疼的人来祈祷。咱生命中有真侪疼咱的人，以及咱所疼的人，咱求上帝会疼，不止临到咱，也会当临到咱所疼的人。咱求上帝怜悯保护因，然后这的人，咱目睭闭起，拢会当一个一个念出因的名。所以咱这时我要邀请你，为着你所关心、所疼的人，以及捌疼咱的人来祈祷。咱求上帝特别扶持，真正祝福也临到伫因的身躯顶头。主耶稣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做伙来领受。咱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做伙伫地，请咱做伙来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佮互阮明白
你听阮、欢喜阮，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是受祝福重视的信徒，是你永远的国的福的。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咱要来做伙吟圣诗第369首的第30到第4节，咱要一个吟就好吼，咱要一个吟就好。阮的心受孤寂，超越阮的灵性，也甲背来游憩，互阮合一的灵验，明别你大仁爱，何等地面满足。愿感谢主恩下，心灵交杯快乐。愿要受切丝线，离开受阮圣殿，分享阮所体验，你的稳定甲平安。一生加罪这段，活出信心光明，点得切你的人，因心灵的光点。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请林富祥、萧素儿指示。请会众起立，吟奉献的诗。只是愿到你圣殿，咸汤白白顺典。虽然不大嘅苦情，愿你甘那愿所献。咱三个阿头来祈祷，至圣天父，我满心感谢你，伫即个新年头、旧年尾，阮有臃肿的身体，甲无欠缺的生活，
来遮敬拜你。感谢主，你留你救赎的保惠，互阮有福分，真做你的囝儿，今日徛伫遮来敬拜学罗你。即时，阮奉献淡薄金钱，为主圣工所用，求主感纳。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会众请坐。这是来报告，伫报告的头前，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金句，我读一摆，会众读两摆。对性雅各临终的时，互约瑟的囝一个一个祝福。伊靠伫棺仔头敬拜上帝。希伯来书11章21节，请。对神雅各临终的时，甲约瑟的囝一个一个祝福，伊靠伫棺仔头敬拜上帝。希伯来书11章21节。对神雅各临终的时，甲约瑟的囝一个一个祝福，伊靠伫棺仔头敬拜上帝。希伯来书11章21节。请大家来看周报第1页甲第2页，请大家看周报的内容，有问题也是奉献，有问题请甲办公室反映。消息报告：本主日举行信礼顶新餐室，请兄弟备万心。财务部会伫中昼12点半伫七公一室，教育部会伫下昼1点伫七公一室。新春亲谢礼拜伫1月29号9号拜三正月初一，早时9点半开始，欢迎兄弟全家三角人生共福，互道平安。下主日消息：正月初5主日礼拜，2场好评，早时9点半开始。2月份1月中日，长老张伯钧执事张春燕游泰山。教会消息：圣诞节宗塔负责的团契，请伫今仔日下晡5点前复完，并且所在收好装箱，放倒转去5楼储藏室。2025年好会手册，请各部各团契伫今仔日6到2024年活动时间。组织甲年度计划，互办公室回诊。夫妇团契举办亲子讲座，专注力养成及潜能开发。伫今仔日下晡1点，伫9楼主日2，请大家踊跃参加。春节东门国小的停车时间有异动，请兄弟注意。春节教会职工休假表，请兄弟注意。遗体消息：本会陈建州长老2女儿陈圣婷姐妹与林宗义弟兄伫3月8号拜六早时9点半伫教会4楼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请为着新人祝福，并为着婚礼备办代祷。礼拜后，伫皇家维廷维多利亚厅要参加婚宴的，请伫4楼的公布栏登记。告解消息：
新德中会妇女世界公道会伫3月7号拜五，早时9点半伫嘉南教会，请踊跃报名。请牧师补充报告。我来补充报告几项代志吼。咱煞来即礼拜算新春的期间，所以办公室的办公时间嘛有一寡移动，只有上班到明仔载尔吼。所以咱也注意看迄个时间吼，到明仔载，然后即2礼拜，因为后礼拜下礼拜日是初5。初5还袂上班，总是咱拢有东门国小来借停车，所以拢会当停到下晡下1点。不过，迄个新年头就是即个咱的新春感恩礼拜迄天无吼，所以请毋通停对遐去吼。迄天真歹势，迄个东门国小还袂开放啦吼。所以伫新年头新年期间，请咱注意即个期间吼。第2项是要邀请咱大家，就是咱也留伫桃园啦吼，因为有的人可能煞来即几工会外出，转去到即个咱的不管是后头厝也好，还是即个咱的故乡吼，不管是咱要转去倒，求上帝特别赏赐灵敏，也甲咱做伙伫地，总是假使迄个新年头就是大年初一，搁留伫桃园的话，欢迎咱大家做伙来到遮，咱做伙来敬拜上帝。愿上帝帮咱扶持。其实咱刷落来，这个大年初一是早起是9点半，咱就要做礼拜。然后后礼拜也共款咯吼，后礼拜咱嘛一场尔吼，就是9点半。总是后礼拜真歹势，我无伫个啦吼。后礼拜我着邀请佩慈牧师来主持讲道。像是伊后礼拜因为嘛有华语场的兄弟姊妹，所以应该用华语来讲道吼。所以后礼拜咱会听礼拜日吼，咱会听到佩慈牧师会讲用华语来讲道。我后礼拜受中会调命吼，爱去到礼仪坛教会来主持因的监选，所以我后礼拜无伫个，总是求上帝帮咱扶持，互咱伫新年期间有上帝所有的平安，甲咱做伙伫地。伫咱的周报内底，我有页一张除夕的家庭礼拜的停书。这我已经到今年应该是第4档啊。然后我要邀请咱大家伫除夕全家咧围炉的时阵，请咱来做一场礼拜，真简单。这场礼拜爱家长主持，然后后壁是啥物人祈祷，啥物人读圣经，这家长家己安排。咱厝内底家己安排，吼。我有写伫，我有放伫纸内底吼。然后祈祷文我有帮大家写好，所以就是请在厝内底的囡仔，也是咱做伙团圆的时阵吼，有人会当祈祷，你会当照这个祈祷，嘛会当照家己祈祷，吼不要紧吼，参考就好。诗歌我经2条上简单，头一首是这个圣诗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上尾迄首是奇异恩典，迄个圣诗内底奇妙恩典，何等甘甜。奇异恩典的这条歌吼，上时我嘛要邀请咱大家今年用诗篇23篇，所以我有经迄个和合本、现代中文译本甲现代台语译本2个版本。真简单，咱会当伫过年的时阵，咱来读诗篇23篇。愿上帝帮咱扶持，所以后壁我有写一寡问题啦，吼，咱会当就遮的厝内底的人会当围炉了，咱就会当伫遮这个分享了，嘛会当互相祈祷哦。要紧的是祈祷哦，吼，会当互相祈祷，然后祈祷，咱的祈祷其实就是带有祝福，请爱相信祝福的开力。虽然咱的祝福无得较有实现，总是祝福一定有开力。求上帝特别帮助咱，互咱上尾请家长祝祷就好。吼，我有写伫顶头，所以家长爱祝祷。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伫迄个围炉的时阵，咱全家团圆的时阵，咱嘛会当敬拜上帝。吼，
所以这个我要邀请咱大家，假使咱也愿意，咱会当伫家庭内底，就伫除夕的即天来做即项代志。然后了后，哈分压岁钱，还是迄个耍牌啊，还是耍麻雀、耍凊彩，不要紧，这我就无要管啦吼。总是愿上帝帮咱，互咱会当欢欢喜喜来过刷来今年吼。刷来今年叫做蛇年嘛吼，愿上帝帮咱，互咱伫刷来今年真正得到完全的祝福。咱即马三角祝福齐恳，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起立。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恩可献这里，也应主必还待你，愿主上帝常常夸告你，救赎你。平安。永远的上帝，你是阮开始甲结束，求你做阮出发甲目的，伴阮今仔日的旅程。求你用阮的手参与你的创造，用阮人生带互人，你使即世间的新的生命。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阮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会众请坐，请听圣歌队的祝歌。
平安礼，兄弟姊妹，咱大家互相请安。耶稣疼你，愿你平安。